故事，係關於我點樣沉迷喺愛情小說世界入面。嗰時我40歲出頭，有一次喺遊樂場聽到幾個媽媽講緊一本好好睇嘅書，係《暮光之城》。我心諗，我都中意睇書喎，聽落幾好，試下啦。我都解釋唔到發生咩事，但呢本書完全將我帶入咗另一個世界。我睇完第一本，跟住睇埋系列其餘3本，然後由頭再睇多次成個系列，跟住睇第3次之後，我心諗唔知仲有冇其他關於吸血鬼同青少年嘅愛情小說呢？原來真係有個咁嘅世界嘅。由我發覺呢個世界開始，我就不停睇關於吸血鬼、史靈法師、預言家嘅書，成個浪漫幻界我都睇暈。我有個朋友同我講 Candenza， 你知唔知你應該買部 Kindle 喎？呢個就係終結嘅開始，因為我可以匿名睇書。我太太會以為我睇緊戰爭與和平，但其實我喺度睇緊啲好激情嘅愛情小說。我每睇完一本就已經即刻揾緊下一本，我仲開始喺亞馬遜揾免費小說睇，質素好唔好已經唔重要，我只係需要過下癮。我覺得嗰陣時愛情小說某程度上取代咗我內心對親密感嘅渴求，因為我現實生活裏面冇呢種感覺。我覺得佢填補咗我心入邊個空洞。當時我冇乜意識到自己已經踏入一種上癮嘅模式。咁我做緊呢啲嘢嗰陣，我個腦發生緊咩事呢？原來一切都同一種叫多巴胺嘅分子有關。多巴胺係一種化學物質，被認為對體驗快樂、獎賞同動機好重要。當然，呢個過程唔只涉及多巴胺一種神經遞質，但佢已經成為神經科學家用嚟衡量一件事有幾易令人上癮嘅通用貨幣。關於多巴胺一個好大嘅誤解係，我哋會對多巴胺本身上癮，但呢個係唔啱嘅。當我哋講多巴胺快感或者多巴胺上癮，其實只係一個比喻，用嚟形容腦入面發生緊嘅事。多巴胺本身並唔會令人上癮，佢係一個信號。歸根究底，多巴胺其實更多係關於動機，而唔係單純嘅快樂或者獎賞。舉個好出名嘅實驗例子，科學家改造咗一啲老鼠，令佢哋冇咗多巴胺受體。科學家發現，如果你俾食物呢啲老鼠食，佢哋會食，而且好似享受到食物帶嚟嘅快樂。但如果你將食物放喺距離佢哋一個身位嘅地方，老鼠會寧願餓死。呢個實驗話俾我哋知，一樣好重要嘅嘢，我哋需要多巴胺，先會有動機去付出努力，攞到我哋想要嘅獎賞。